翠云的点灯有人点上，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你不要开开！你不要开开！一算起来，那人的气势，你还听人吗？爸爸，翠云，哪个你？没事情的，没事情的。这个看了。两排稿子，父亲，父亲，老爷，你莫敢见，莫敢见。老爷，也应该是佢两杀的缘分。那冇听过你，就帮阿强留翠云反婚，拜托。父亲。你明的爱老翠云真心相爱，难道你愿心拆散爱两杀？锦绣，原本嘅场面，难道你还看唔出去吗？你看，两个夫妻为到两件事情进退两难，你两杀怎么有一杀退出？母亲，从细无论太小事，你对爱事事永定强壮，爱并无怨言。今日爱只有一件事求你，求你成全爱老翠云。锦绣，你就是是天水来强强，翠云天阳姐，你爱上定夫家门娘生养，锦绣你爱来体谅，来体谅。锦绣，今个月阿妹那个顺全你。你下个安样个神，此骨头重要有事，长生阿妹是样会教你嘅，为到翠云嘅名声，还有定家嘅门面，你就原谅阿妹。母亲啊！原谅何不能欢迎开？今生一将白外面，永将还已幸福开，幸福开。锦绣，阿姨，爱老锦绣是真心相爱，请阿姨老一从成全。翠云，你看本日做得万彩亮的誓言，那一切就多亏两个义从人的数了。看本日，阿姨只求你两件事情，也就算是你让阿姨听说好吗？夫人啊，你终身大事总得勉强。老爷，你就躺来两拜好吗？你锦绣呢？以前我只有打算，天光日就问阿强，老翠云万分拜托。
望。我财神爷来了，哟，你唔系邓强邓少爷？你唔系初半夜张结婚，做乜嘅面色咁难看啊？像你哋安保嘅人，有乜嘅事情冇顺心啊？你講也罷，哎呀，乜嘅事情講不挨談嘛？田叔，初步嘅通風花燭夜，佢老愛講，佢愛嘅人係見笑，佢就係愛嘅人，係對嘅愛來嘅求情難忘。田叔啊，你講欠啊唔欠？哎呀，鄧少爺，兩件事情就像扮人太口，死人講啊！哦，用辦講，咱們嘅拉婚，嘿嘿，我老你講啊，也冇乜嘅好見呢。人講前世一無常，愛情意思嚟誤咯，歡喜下張錯啊！嘿，你莫眼戇啊！等下我帶你去坐四角座，坐落去就現金強用，馬嘅手裏馬嘅錢全部冇咧。哦，佢係乜嘅呀？看你去搞馬街呀？麻雀師傅天橋吧，硬是做得個數把種上模啊！用辦講，老鼠啊！我老你講啊，那係虧好，一聽養比你做條路還卡多，做一養就養一太多哦。真嘅？騙你做馬街，你唔係講廿姑娘冇去查你，兩片嘅姑娘啊，生得就先唔用嘅，又狗又得人笑。哎，來，行啊，聽下來去。來，唱錯。哎，阿華姐啊，來哩！呀，田叔少爺，呀，因為俺叫就冇來，我家姑娘是幾少年，你弟嘛？哎呀，阿華姐，俺來老唔介紹，倆就係本宗天爺嘅太少爺，你需好好嘅款待佢哦，幾多錢唔係問題，一向點到所有嘅數字出來派鄧少爺。哎呦，黑俺呀，有眼不识泰山，還是你，田少爺，俺很意表出來哦。啊！喂，第輩度嘅姑娘啊，讓俺搞不出來，來哩！愛看鄧少爺就冇乜嘅歡喜，你點到還要奉派手指麼啊？有呢，不過嘅家事啊，是親搞嘅。哎，就老你講過，錢唔係問題，只係鄧少爺歡喜，馬雞錢記就錯得。好啊，給你等一下啊。
秋山啊，我呀让你介绍一下，也就会本着超有钱的人，合作顶桥顶少爷，这家前去见你。要的。见过顶少爷。好动人啊！秋山，等少爷你俩位是？啊，等少爷，两位就是秋山。果然上来依法施虐，偏执违反，但不敌，做得冲一术，本太爷轻松我。要的。看了有慢路，有慢那路啊！枪在饭前转天过，自在不凡，自在不凡，黑天啊花！喂，我去。你都是马啥？等年外啊，你也去来，老爱加钱。那些看菜，你是年外的分送，爱丢上回加本记哦。丫头，你拿钱？老爷，姑爷李百度的钱，早就问太少爷拿枪枪呢。啊！这张娘子啊！嘿，等年外啊，你想我做戏本马啥看啊？哼，马啥唔敌，你是本中有名的太财主，用会没钱啊？哼，古仔讲好，你那是莫想推人来发财，爱就唔敌，人来会发生嘛该事情哦。条哥，歹势啦！
也掉钱啊！我爱买田买地，我也会还你啊！第年我啊，按样看，我着看菜你去年我嘅分送，本年看见你，过2年后，我着张老你拿，行。第年我啊，到时就等候嫁人嘞。佢也这么唔好，切哪唔出来数啊？哦，梁兄係嘅鄭少爺，太公，不爱看看见嘅，过2年，我一天還錢。鄭少爺，你啊，聽你講嘅哦，那希望就冇怪嗌對你冇客氣咧，哼。我爱懂得，等强，然后爱向前来，让娘子。一见娘子，怒火气呀，开上来嘛，派家义。娘是神父呀，挑动心啊，开开家门，娘上啊飞呀，我爱亏等。你滚你又嫖又赌。你老天加担下，我会欠你一身债。你喊你啊，来拖了呀！哎呀，父亲今天我好教训你，你是没倾向。退位！你这个闹东西啊！应是太上，就爱骂，爱走进一黑来，都给他，锦绣是你呀，心肝当两颗呀，爱真穷亲穷，我呀。模样，本夜我點到暗勇氣，一完全就係你害大嘅，我用辦害你啊！此世就冇暗語，也聽唔到人嘅父愛，人嘅事。就偏向锦繡嘅兩母子，最想嘅就係錦繡，人嘅母族，該有愛嘅存在。就土本樣來講，愛係向左，本樣應該愛先頭。就因為你下記，嘛該就為佢設想，敢有上講愛嘅感受，假如國都轉，你曬到安樂。定解財神，傻萬叫起危機。危機咧，你係講危前世體，危嘅後愛記啊，管唔到財神，係冇啊！你俩派嘎子！老爺，老爺，老爺！
家中意难尽，爱只我孤啊，安心啊，用啊平啊。心中啊，空啊，父亲，你就先出去，我有话我老爷没讲。老爷，等瞧，那生爷能堕胎，我迄日个亲生父亲，伊连爱就干唔呀，伊真经是无救，我最唔放心嘅，就是你和金秀，老爷，你按贤惠。伊按怪靠，老爷，老爷，也有天客老福客，地背都还有金元财宝，你啊，系爱本锦绣，托付洋葱事业嘅。老爷，做唔得，呢条财产就是你辛苦一生人打拼出来嘅，呢条应该留不阿强嘅。你对我嘅恩情安排，我就无能可报，我做唔得拿安贵重嘅东西。天佑，我做得拜托你一件事情。老爷，你唔好安样嚟讲，那系我做得到嘅，我尽量为去做。